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9月初9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新闻一开始，咱先赶紧来关心，因为礼拜大雨，造成花莲铁路甲车路交通断暂。交通部长陈世凯昨昏甲3个处长伫咧台铁举行灾害应变会议，针对即个事件，甲大家会识咧。因目前部分的车路是已经修理好势。另外，昨昏已经乘封起来台铁崇德到和仁街路段，今仔日早起6点已经通车。伫礼拜过到了一场大雨，予花莲对外铁公路交通拢未通。尾暗将侪游客到花莲机场要等加班机。民航局协调航空公司，伫礼拜暗甲8日透早加开台北花莲来回一班，还有台中花莲也来回一班的班机。看明天有没有公路有没有通，还是火车有通，看什么时候通，因为要赶回去。现在就是排队等候补的机票。可是候补都完了呢，怎么办？对啊，希望政府能够再多加开。公路局抢修的机具伫礼拜下昼3点半进场，伫这段期间有90多台车调伫咧花岛到崇德之间，即马已经抢通北平162.9K， 上北的车流已经拢疏散。苏花公路大高线164.5K 崇德路段，也伫暗时7点30分抢通，一直开放到9点半了后，进行暗时有警线封闭。台铁崇德到和仁路段，伫今仔日早起6点已经抢通，恢复东正线单线双向通行。今仔日暗时返点进前，华东上北的新自强号列车会全面开放客票。交通部长陈世凯加3位处长伫台铁公司举行灾害应变会议，听取相关单位报告抢救加疏运的情形。陈世凯讲，因为铁公路中断影响民众交通的安排，为此道歉。因那秀林乡公所也宣布，今仔日秀林乡和平村停止上班上课，其他的所在是正常上班、正常上课。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的山区因为昨昏过道路大水雨，嘛影响的溪水是规个涨起来，有8台车拢总21个人去遐露营，其中有1台车伫过溪的时阵煞摒去，车底有一对白仔囝去互水流去。老爸遗体伫昨昏暗时10点有找到，因仔囡仔目前是要下落不明。另外7台车拢总19个人，目前是要伫遐，人是拢平安。因为目前溪水也真错流，消防人员是请因伫遐咧等，今仔日会去救援。伫礼拜下昼，花莲有21个人坐8台车到万盈乡梨子山耍，车被撩开时阵，其中1台车无顺利变过，车顶31岁姓林的查甫人，甲伊2岁后生互溪水冲走，因为山区路大雨，溪水正错流，其他7台车19个人条条的无法度顶动。经消接到保安赶到现场，开始分组救援。因过考虑到内面有囡仔，所以请因就地安置。但今仔日结果进行救援，至即嘛人员拢已经安全。因那失踪的姓林的白仔囝，搜救人员伫暗时10点外发现老爸的尸体，因过2岁囡仔到即嘛也未找到。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回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桃园以南、金门甲马祖拢是侪云的天气。过道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或者是落大水雨。咱来看云图，因为低气压接近，遮方面的水汽有增加，大台北也阁有东北部会落阵雨，而且为今仔日暗时开始，雨度会变较高。伫花东甲偏湖也阁有的所在会落短暂阵雨。今仔日各地高温差不多是32度至34度，无落雨的时阵感受也是真拗翕，提醒民众水都要加啉寡。伫即马热热的天气，农作物同款甲人同款需要降温。咱来看伫屏东高树一个种温室几啊年的农民，伫热人的时阵，伊透过增加压水、保持通风的方式，或者几啊年的环境会当卖遐尔啊热，保持好的品质，也阁有产量。日头照入来，一丛搁一丛的瓜仔泥看起来是真清脆。伫屏东高树乡的即个木色的瓜仔园，是农友靠树全伫咧照顾，以增加阴产的频率，提供土巴水分，阁有好的通风方式，互瓜仔泥伫烧热的天气嘛会当较凉咧。阮遮沙区较重水，啥物拢爱水。木色的真是含无木色差介济啦，伊个性袂定，较好管理啦，药的成本也较少啦。
高树乡伫屏东的上北边，大多数的土地拢是平洋，佮加上是水源保护区，所以才有种真侪种果子、菜色。若像过仔年即款的地基作物，规年透天拢会当种，尤其是热人，生长速度紧，产量是愈侪。小黄瓜温度较热的时阵伊生长的时间较紧。因为伊这是算短期作物啦，短期作物差不多33天就会采收啊，所以讲按农民除了种水果以外嘛会使种小黄瓜。农友表示，网式种植除了会当减少害虫，降低农药的成本，种出来过仔年食起来嘛较脆，是真侪消费者的选择。若即马天气遮热，毋管是要炒来食，也是做冷的菜咸，拢真适合。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再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国财险公司为9月份开始卖电动车专属的保单，不过这保单车体损失险是起6%至9%。以一台200万的电动车专险来讲，一年保费至少就要7万块。业者嘛讲，电动车算长的比率若是无改善，无排除上紧半年了后保费会阁起。来看《联合报》。台南市政府去年4月份针对外送平台业者富品达，无甲外送员保汽车强制险，也有机车第三人责任险，罚6万块。业者不服提起行政诉讼。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认为讲，平台甲外送员双方是属于拍客约的关系，敢若约定甲提供外送服务，也有工资。土地条例规范甲保险法的规定是互相冲突，所以判富品达即个是胜诉。过来看《自由时报》，金门县议会今仔日会举行国民党籍议长洪稳典罢免案的投票，这是地方制度法立法以来头一个议会层级的罢免案。金门县议会19席的议员内底，目前有9席是联署罢免，差不多是一半的人数。来关心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因为牵连经花城案去互羁押禁见。民众党决定要展开马拉松式全台湾的演讲，头一站昨昏暗时伫咧立法院军宪楼的外口来举行。除了拿赢萧玉吟的宣讲，也那郭文哲因的牵手陈培琪嘛伫咧台顶发讲，要替郭文哲来讨公道。民众党的小草一节，这站路规个拢是人。主办单位伫昨晚7点外讲，人已经超过1万，支持者情绪激动，拢是要来声援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小草听民众党的第一场全国开讲，前总统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玉泉也用实际行动支持到现场开讲，伊也感觉真意外，伊是哪兄唯一到场的来宾。真的吗？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们不是在要合作吗？怎么会只有我过来？今天我们要声援的不是柯文哲个人，我想在野党一定要团结，不然的话一定就会被各个击破。现场也公布一段还未被公开的影片，郭文哲以另类的方式出现，是伫咧5公前去北检进行落户支持者的一段话。其实这几天台湾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我深深的感受到台湾社会目前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司法的程序缺乏了正义。上尾上台是陈培琪甲郭文哲的小妹郭美兰。陈培琪目屎干的讲，33年来第一遍唔知影因翁困了有好无，伊也澄清被搜查迄天为什么郭文哲无遂开门。请问这种市长做事的一个态度，他会去图利什么人？他会去贪污什么样的钱财吗？从旅馆回去的时候，我发觉他在灭什么证？他在厕所里面洗澡大号。陈培琪讲，一定要替郭文哲讨回公道。声援活动伫昨晚8点50分左右结束，主办单位估计现场有来超过2万人，所落来马拉松式的全台开讲，重点是放伫咧对抗绿色新党国甲司法人权。记者综合报道。昨昏暗时民众党伫咧立法院外口举办头一场的宣讲，抗议民进党司法人权。不少支持者是去到现场赞声，也人魏国昌是批评总统赖清德用新的威权体制损动人民对司法的信任。
民众党记者会，每一个人头壳顶拢绑绿色的时段。黄国昌强调，这场选举只是起点，绝对不是重点。未来民众党全体党工节，支持者会伫全国各地发起户外集会、街路底港、室内说明会、甲客厅会，亲自社区甲邻里。在赖清德所领导的党检一体的新威权体制下，创伤的不仅仅是柯文哲主席个人的境遇，真正重创的是台湾的司法正义以及人民对司法的信任。国体期压了后，是不是失去党主席，各有什么人来接任？大家拢真关心。即摆也传出国体捌透露，那家己各集去会互党内一个交代。依照我们的党章还有我们的这个评议条例这个起诉也不等于一定是会怎么样，已经成立了调查小组，在这个部分下，我们会依照我们的进度和既有的制度来做评议。外界关心经发生涉弊案是不是停工？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点出紧急法停工条件，按司法起诉或者是判刑才认定违反都市计划法。不管都委会的委员或召集人或是所长有涉及到这一个不管图利或是贪污，那他被起诉判刑，我们才能认定他是违反都市计划法，所以我们才能说明这个要求这个金华城来停工。对第一渔港市场改期前期传出甲前副市长裴进兴有关系，李树川表示，符合采购法定书机会也通过复选，有关会继续去按国民代志期市府会个了解。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来关心美国国会初九开议，众议院要表决25条甲中国相关的法案，其中包括为经济角度阻挡中国甲台湾起冲突。另外，根据德国媒体的报道，太平洋有2架德国的军舰，9月中的时阵会经过台湾海峡，这是22年来德国的军舰头一摆驶过台海。德国《明镜周刊》报道，在太平洋海峡执行巡航任务的2架德国军舰，要在9月中通过台湾海峡，正做22年来第一摆穿过台海的德军军舰。德方透露，航程未特别诋毁中国，来维护国际海峡的通航自由。The first type of frigate that gets out of the harbor and then doesn't get back into the main harbor for 2 years. 另外一只军舰是7月8参加环太军演的巴登福腾保护顺风舰，迄个时阵开放台湾媒体去舰顶摄影，佮讲到伊强大续航力。另外一边，美国国会伫初九复会，众议院的中国州按算密集讨论甲表决至少25条甲中国直接或者是间接有关系法案。为美中关系各层面的着手，拢甲国家安全有关系，包含为经济角度协助北京缓台台湾冲突协助法案，或者牵涉空主航线中共无人机有妨改选甲经济间谍者内容，要并伫年底进行提交北京签署，来授权下一任总统对北京采取更较强的行动。众议院一开场就谈这么多中国的议题，有除了本来的路线以外，还有美国总统大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国会来把中国议题炒热一方面可以凸显出两党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另一方面可以为10号的2位候选人的辩论来铺陈。学者指出，11月美国总统大选接近，共和民主两党各积极拍出抗中牌来增加胜算率。咱的国安局长蔡明安最近去南美洲友邦巴拉圭参加台湾南美情报首长联席会议，讨论境外势力渗透情形，甲在地协力者的威胁样态。蔡明安也拜会法国总统贝尼亚，佮宣告总统赖清德批。贝尼亚也佮表示台巴友好的邦谊。记者综合报道。以下的冲突到当时还未收煞，有一个土耳其的美国籍的查某人。初六的时阵，伫咧约旦河的西岸参加抗议以色列政府扩建的政策，不过煞是去互以色列的军人开枪，带着头壳，送病院也是救无回来。这个事件是引起土耳其政府的不满，大力谴责以色列都要负责，也让美国是表达哀悼。
手摕着花，头壳底合书包啊，相片内底的女主是笑甲真欢喜。这名同日期的美国一位女性艾吉，这个月初六参加约旦河生化城顶背台反对以色列扩建的抗议活动的时阵，杀害以色列士兵开枪，弹着头壳死亡。ومشوا بالاتجاه هذا هون هيك طبعا معاهم سلاحهم مشوا لهون اجوا عند البلوكة هاي جلس عليها الجندي وعين سلاحه على الزاوية هاي باتجاه النقطة اللي صوب عليها。现场人表示，当时义军用催泪加速加实战的枪支来驱敌人群，艾吉互弹着头壳，当场倒伫头壳，虽然紧急送去病院急救，犹原救袂回来死亡。外国媒体报道，26岁艾吉将为圣雅道的华盛顿大学毕业，伫大学学心理学甲中东语言文化，所以入场真亲近巴勒斯坦。伊嘛用志工的身份，加入用和平抗议行动来支持巴勒斯坦的组织国际团结运动。而伊死亡了后，伊的相称国际身份嘛引起国际关心。以色列军方是先前开枪，严格强调是因为一名抗议活动的男性向士兵牵着头啊，真正加做威胁才开枪。对此，同日期总统埃尔多安谴责以色列政府，表示要阻止以色列占领甲种族灭绝的政策。Gencecik bir evladımızı Ayşenur Ezgi Eygi'yi alçakça katlettiler. Mısır'la Suriye ile attığımız yeni adımlar büyüyen yayılmacılık tehdidine karşı bir dayanışma hattı oluşturmaya yöneliktir. 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对死者的出来人表达深深的哀悼，嘛表示会调查事件的详细资讯，了解原因。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同款是伫约旦河西岸附近的消息，伫当地有一条大吊桥拆背时阵爆出枪击案，一个约旦的查甫人伊向以色列的方向开枪，造成以色列3个人死亡，也那这个枪手嘛随去用弹死。约旦当局初步判定这是个人的行为，不过有的在地人认为讲，这是为巴勒斯坦人出一口气。迄暗伫因的首都有几啊百个人去街路庆祝。约旦县以色列政府正悬，阿曼大路顶有人分甜的食物伫咧庆祝，佮烧以色列国旗，侮辱约旦退伍军人马赫贾奇的英勇行为。دماء هالأطفال اللي راحت والشهداء اللي راحوا يعني。以色列官员讲，吹背伫咧连接约旦河西岸甲约旦的阿伦比关卡，也互人叫做河城国王桥附近，庆祝马赫贾奇自约旦这边向以色列安全部队开枪，几多位50几岁以色列查甫人死亡。军方表示，死者拢是平民。庆祝假期当场被拍死。فكان قدامنا باص وهي الشاحنه تاعت المنفذ نزل المنفذ وادى العمليه طبعا الحمد لله احنا ما وصلناش للمسافرين كانوا بدهم ينزلوا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谴责庆祝，也甲这件代志甲伊朗抑个伊盟友相关组织，包括哈马斯甲黎巴嫩真主党提出会告。אנחנו מוקפים באידיאולוגיה רצחנית שמובלת על ידי ציר הרשע של איראן。河城国王桥主要是和巴勒斯坦人甲游客过。进前正少发生安全问题。根据约旦国营媒体报道，正市迄人准是再回要去西岸。内政部表示，初步调查这件代志是个人的行为。约旦甲以色列伫1994年签和平条约，不过有真侪巴勒斯坦人的约旦，捌批评过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政策。伫以下冲突发生了后，也发生民众抗议以色列的事件。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看法国国会伫2个月前改选，左派联盟是正做国会上大党。不过，法国总统马克宏却是指派右派老将巴尼耶做总理。今嘛左派联盟甲支持者是去街路抗议马克宏是违背民意。法律口号，数万民众行上街路，抗议法国总统马克宏在法国左翼联盟正做国会上大镇压之下，选任命右翼保守派的巴尼耶做总理，和民众骂马克宏偷走国会改选的成果。C'est une mascarade démocratique que nous vivons. Emmanuel Macron fait un bras d'honneur à toutes celles et ceux qui se sont mobilisés contre le Rassemblement national, mais aussi qui ont voté. Il est désavoué aux 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et européennes. 路透社报道，在法国国民议会改选将近60天了后，对于新总理的竞选，马克宏拒绝接受国会上大的势力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推选的人，等到在当地初五，家己任命右翼共和党的议员巴尼耶来做总理。巴尼耶政党是议会内底第5大党，议员人数不到50人，以
就任之後，切落頭一屆接受媒體訪問，表示新政府會有保守派甲馬克宏定義成員，而且唔望部分左翼真髓加入。對此，極右翼嘅政黨國民聯盟嘅黨主席鮑德拉表示觀察巴尼嘅就任之後嘅作為。Si en revanche, il est le nouveau prête-nom du macronisme et qu'il poursuit la politique qui a été conduite par Emmanuel Macron et qui a été très sévèrement sanctionnée dans les urnes en juillet dernier, alors ce gouvernement tombe. 馬克宏嘅任命和左翼政黨甲支持者真生氣，大批民眾伫初七拍穩被捕進程上街頭抗議，極左翼嘅政黨不可發國指控馬克宏違背民意，支持動員包括工會、學生聯盟，喺全國發起差不多150場嘅遊行。法國內政部統計，全國攏總動員11萬人，喺巴黎抗議遊行人數達26000人，後續有可能會為10月初1開始展開罷工抗議活動。國視新聞台董平益。今仔日國際上抑閣有啥物大代誌？查各位鄉親，咱做伙來看世界。洪泰摩家伫初7的時陣，為中國海南島加去越南，一路掃過廣遼省、廣寧省甲海防市等等。經過15點鐘的風台雨，造成越南至少有20個人死亡，200多個人受傷。海防大商會評估，有要一半的大商因的廠房攏受到損傷。初步了解，有的所在需要5天的時間才會當恢復供電。根據德國《邊境週刊》初7的報道，德國的海軍有一隻巡防艦甲一隻補給艦，會喺這個月中駛過台灣海峽。這嘛正做22年來頭一屆通過大海德國海軍的軍艦。來看昨昏有一個56歲的男性，伊喺富士山附近抓幾個唔知人去，落尾手是確認死亡。日本的富士山從今年7月初1開放以來，一直到昨昏為止，已經有9個登山者不幸罹難，人數是去年2倍外。日本媒體分析，這可能是甲今年較接向落雷公雨，抑閣有登山者改為靜公園入山這兩個原因有關係。繼續咱來關心第一昨昏。台中有一個消防員趁休困的時陣，甲同事去屏東墾丁參加唱水的訓練。落水了後，伊說是去砸到，教練是趕緊甲伊救起來做 CPR。迄當陣有恢復生命的現象，不過落尾手轉去高雄醫學大學，說是救無轉來，不幸死亡。消防救護車緊急出動到恆春台電核三廠出水口海域，現場未少人咧進行唱水訓練，所發生墮水意外。再送男性患者1名，約50歲，欧卡送往恆春旅遊醫院救治，後續追蹤有恢復生命真相。緊急將人有淨化 CPR 送去恆春旅遊病院救治了後，自強心針開口喘氣心跳，後續轉去高醫搶救。根據了解，墮水男性是台中消防分隊53歲省長的隊員，梁孝群甲同事去墾丁2天1夜唱水訓練，第一天一切正常，暗過特別早起8點外，在核三廠出海口海域訓練時陣，伊一直講數無氣。喺邊仔被判到連檢判是過度換氣，都將人帶上花，過程當中疑似砸到水。就說一直說起不到氣，帶上來生命還是這樣正常。那可能他就是在這段中間把那個呼吸器拿掉，可能又一直在嗆水。這個訓練是因為是民間的報名，所以是政府跟民間都可以報名。那有警消跟一般民眾都有去做這個報名，去做訓練的動作。參加救難民間業者表示，意外發生的時陣天氣正常，海影有時大有時小。台中市消防局指出，省長隊員甲同事攏是家己開錢，用家己的假期參加訓練，已經派人落南協助家屬。不過最後，省長隊員依然救無轉來，已經送轉來中部。記者綜合報道。繼續來看，前台南縣議長王建寶昨昏病逝，食到74歲。王建寶過去因為這幫拍假球的事件，逃走去外國，從亞登來台灣坐監，到今年5月才假釋成功。伊過往消息一日出來，前副議長詹順良在昨昏下晡嘛隨去關心。家屬舉行小分橋儀式。足一路好行，台南縣議會前議長吳建寶特別早起佇病院過身，享年74歲。伊的後生台南市議員吳宇環處理後事不便接受訪問，當地里長代家屬發言，感謝我的關心。我們吳前議長今天早上不幸來別世啊，那因為他生理上的病痛，
今天因为家属正在处理后续治丧的事宜，不便受访了，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说声谢谢。谢谢大家的关心。吴健保因为牵涉这帮拍假球案件，2014年法监执行进程走到菲律宾，一直到2019年从阿盖返来台湾，法院裁定应该执行10年的徒刑。伊伫台中加监服刑多年了后，申请假释核准，今年5月坐轮椅离开台中加监，当时面色已经无好，后来西药剂也佫有感情。伊过新消息惊动台南政坛，前副议长曾顺良采爬到我家来质疑。毋知影讲伊的身体消化介紧啦，安尼。所以因兜的人拢真伤心啦。其实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讲，我认识的吴健保确实是一个真的很有感情的人，很讲义气的人。曾顺良讲，吴健保做人重感情、讲义气、有领袖魅力。伊5月返来台南了后，家己捌去拜访一摆，无想到吴健保身体歹遮紧，其他事是无评论。原来伊的政绩就留予社会来评论咯。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要来关心伫台中一间私立的幼稚园道中心。今年8月份的时阵，传出内底有一个教保员，伊对待学生的行为无妥当，所以教育局就调监视器来调查。想袂到，发现还佫有7个教保员有体罚或者是不当管教的行为，算的拢总有20个学生囡仔受害。教育局是甲因裁罚6万至18万，而且要求这间幼稚园都要甲这个教保员隆重洗头路。幼儿园教保员甲男童掠条的揪出去，囡仔的头去弄着边仔椅啊！台中市乌里区道丁森私立幼儿园8月传出教保员不当对待幼生案，教育局裁罚这名教保员24万，而且管制4年袂当伫咧教保单位任职，一个勒令园方为9月开始停办1年。但是随着市府专门调阅监视器扩大调查，发现还佫有7名教保员也有体罚、不当管教对待幼生的行为，会要求园方全部改聘。7名教保员有体罚、不当管教或不当对待等行为，且情节重大，应予重惩。教保服务机构应立即解聘，1到3年不得聘任、任用或禁用为教保服务人员，并且裁罚6到18万元不等。教育局表示，这7名教保员以杀、扣、削、拍头等违法的行为对待幼生，判断属于惯性的行为，总共有20名学童受害。除了改聘处分以外，会分别管制1至3年袂当伫咧教保单位任职，裁罚6至18万块。日本教育基金会认为，教育局处理本案的时阵，敢若发布新闻稿，无对幼生家长举办说明会，致使引起了惊吓，甲2派家长对立等无必要的纷争，有改进的空间。教育局应该要有一个说明会，他不用急着开记者会，他应该要跟家长说明他们看到的内容是什么，然后他们现在的处理是什么。园方以还未收到公文为由婉拒受访，市府是表示目前维持园方停办1年的处分。84位在园生已经协助78位转介到其他的幼儿园，有6位幼生家长还未决定。受害幼生的心理辅导工作会由学生辅导咨商中心启动专业评估。记者台中报道。再来同款是甲教育现场有关的消息。在新竹有一个教体操姓林的查甫老师，以前去年到今年，伫咧秀歌甲秀热赢队的时阵，涉嫌甲3个读国校的查甫囡仔性侵。法官认定这个老师涉嫌妨害性自主，所以裁定受押禁见。伫个人的 IG 打出真侪教学现场，甲囡仔欢喜翕相。新咧关一个姓林的体操查甫老师，互人控告利用做赢队老师的机会，伫去年到今年的寒暑假期间，性侵至少3个小学查甫囡仔。小孩子70、80个，有时候100多个。他都是这样子。那台北都下来。不是，那是放假带小孩啦。因为今年才拄为某一个国立大学毕业，互真侪家长真信任。代志一个别空，当地面册社团大家拢真紧张。除了家长是烦恼囡仔捌接触过，也陆续有儿童教师出来发声明，讲甲姓林的查甫人已经停止合作。在112学年度，该男子有在我们县内的3所幼儿园跟1所国小，还有一个补习班有任教相关积木课跟热舞社课程的相关的内容的执行。那113学年度只有在补习班里面有相关的任教。
新的县政府嘛下令县内的查甫人所教的补习班爱暂停伊的教学业务。清查了后，确认目前已经无伫县内有学校也是幼儿园伫上课。若是这个案件是事实，会依照情况来裁罚，相当是终身袂使搁加册。姓林的查甫人伫初5去互人逮捕，佮以上新的地检署侦办，要查清楚是毋是还佫有其他的查某囡仔受害。经检察官书入后，认林姓被告有反复实施加重强制性交、猥亵、未满实施未成年人等罪，并认为有勾串证人之余，于113年9月6日晚间向法院申请羁押。法官切认定，因为伊牵涉到妨害性自主罪嫌，而且涉嫌重大，裁定羁押禁见核准。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高雄的轻铁正通车了后，都不时传出轻铁的路线有人入侵，甚至是造成交通的意外。尤其是伫咧美术馆站迄块地啊，虽然是已经有宣导真久啊，不过到当要是清在有民众为着要翕水水的相片，怎走入去轻铁的路线内底。不过，这个行为是真危险。交通部顶一日预告要修法，未来民众或者是车走入去捷运的路线等非公众通行的范围，上当会当罚100万。轻铁警示的喇叭声一直弹，行在车头前的民众完全无听到，也是家己行过铁轨路，一直到列车接近才发现伊的违规行为，和其他伫现场的民众翕落来，肯定网络感觉伤离谱。这个是行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但是没有注意到轻轨已经接近。虽然看起来不是故意违规，但是也是违反大众捷运法，可处1500元以上7500元以下之罚锾。民众违反大众捷运法，会当处1500块以上7500块以下的罚款。因为高雄轻铁通车以来，不时有民众也是车辆撞入去路线发生意外，影响列车安全。交通部已经预告修正大众捷运法，未来民众也是车辆入去捷运的路线、桥、磅坎和车站，这毋是民众通行的范围，以及伫个捷运铁轨路顶面放也是等物件妨碍行车安全，会当处1万块以上100万以下的罚款。罚是应该了，但是100万我觉得太多一点了，因为我的感觉，那些观光客真的是不知道这个地方有这样一个规定，说不能跑到那个铁轨上面去拍照。很多人当然就会比较忘记说自己的安全，那反而看到罚金会比较注意说，就是我要避免被罚，所以才这样子提防。交通部表示，因为捷运大多数是独立的路权，不过高雄轻铁等的轻铁系统拢是无完全独立的专用路权，常常有行人也是车辆撞入去，所以修正的草案提悬裁罚的金额。另外，针对营运的机构，草案规定必须要按照行车事故和日常事件订定应变计划，提供地方主管机关查对，同时增加地方政府的监理权责，会当依法采取。记者李选赵冠高雄报道。来看最近有基层的国军亚康讲，有志愿役的官兵逢强迫都爱练习做人师人令的表演，甚至有人因为安尼怎受伤，去影响到本地的勤务。因那目前陆军北军团是回应讲，考虑人力也有训练等的任务，目前是已经无表演的规划。采用减法的思维，让大家可以更专注在战训本务上面。总统罗清照进前面的部队爱检发思维，互官兵更加专注战训本务。不过有国军基层阁亚出，真侪志愿役士兵被迫投入大量训练。国民党今年春节放上历史会面，讲国军部队某5条有名的人龙队伍，常常在地方庆典甲国庆游行当中出来。国务局今年10月有希望阁现身。不过有官兵亚出人龙队伍爱50到60人，因讲是一个人爱选2个人加入，每礼拜训练3天，不少官兵都受伤，影响勤务。后不少志愿役想要调职或者是退伍。考量到成员离退、调职，还有单位的接训任务，舞龙社团近期并没有表演的规划，而且也已经跟社团的成员妥善说明。专家表示，一年期医部役恢复了后，军种事务更较侪，而且基层部队表现比只有78%，官兵流失严重，有必要重新检讨，减少较无必要勤务。共军的扰台的增加，我们各种战备也增加。最近又为了新装备，要抽调人力去支援新成立的单位，
现在的基层官兵可以说是蜡烛多头烧。立法院有算中心调查，国军总员额11.5万人，编制员额18.8万人。国防部讲，变现比较社团维持战力，而且会转型募兵以来，毋捌达到这人数。国军官兵总数2021年16万4千人到2022年15万9千人，2023年6月底佫降至15万5千人。专家示警要如何解决兵力危机，是国军即摆上重要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昨昏举办联合婚礼，为着要鼓励结婚的风气，这届唔但礼品是真澎湃，也佫有送蜜月旅行。现场有80对新人结婚。不过面对现处是少年人唔结婚、囝生少的情形，有学者就建议讲，会当为教育的方面来改变少年人的想法。一对新人充满幸福笑容，台北市联合婚礼浪漫登场，现场80对新人参加。美国的市民婚友即摆推出家电婚礼中奖率5成，企业也赞助上大奖，就马尔地夫蜜月旅行。蜜月部分是我们最大奖，就是马尔地夫，2人同行1人免费，总价值80万元的家电，给我们新人今天来抽奖。如果说新人在今天婚礼后1年内有怀孕的话，对，我们也是会再从这80万的家电里面会去送他们。刺激结婚率也刺激生育率，不过今摆人无要结婚、无要生囝，少子化加做个人规矩，新人也成真为买厝到生囡仔照顾，拢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像我还没买房子，现在也买不起了啊！如果房子、小孩子，我现在只能2选1而已，希望公投多一点，不用抽的。双薪家庭啊，可能在照顾幼儿方面需要政府多帮忙。抢救少子化，政府预算高达1200亿，不过生育数甲生育率算是连7年相共。今年0年的生育数，毋但比去年好年少，也可能创历史新低。学者认为台湾的低生育率，甲这几年政府不重视家庭计有关系。政府加码是一回事情，但是你有没有去强调家庭的价值观，让这些年轻人能够建立起责任感，婚姻能够延续，你生小孩机会当然就比较大了。市政台建议为教育培养责任感，改变少年人的价值观，鼓励家庭、鼓励婚姻价值，也是一种方式。无需要开什么钱，应重视家庭价值，也建立对未来信心。记者综合报道。每一年的9月初10是世界自杀防治日。不过，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去年咱国的民众自杀死亡的有3800多人，比前一年增加100多人。特别注意的是，少年族群的自杀的比率，10年来是增加1.5倍至2倍。所以卫福部即马扩大心理健康支持的方案，鼓励若是有需要的时阵，都要勇敢来求助，避免悲剧来发生。一直传出跳楼轻生的事件，高雄六合夜市一间饭店，初次传出有住伫遮的30多岁查某人，疑似因为想袂开坠楼死亡。有学者表示，自杀原因真复杂，要采取多层次预防方法。根据卫福部统计，去年2013年，因为坠楼方式自杀，差不多占2成，排名第3。今日排第的吊刀加气体自杀后边，所以有必要限制高危险自杀方法来防治自杀。针对一些高危的地方做改善，那主要是顶楼以及高楼的窗户，以及一些开放的平台这3者。如果是顶楼的话呢，可以加强顶楼管制，比如说安置这个警铃。另外，卫福部调查发现，去年国人自杀人数差不多是3898人，比前一年增加100多人，是国人10大死因第11位。特别注意的是，男性自杀死亡人数比女性较悬，而且30岁以下少年族群自杀率10年来增加1.5到2倍。从今年起也开始扩大，把这个业务扩伸到45岁，需要的时候就有这样子一个免费的心理咨询的工作，能够把所有的这些个案、高危险个案能够找出来。卫福部强调，今年8月初开始扩大推动15岁到45岁青壮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提供每人3摆心理咨询费用补助，鼓励青壮年勇敢求助，建立正确就医观念。未来2年也投资56亿，继续部建加整合照护资源，提供全面心理健康专线，防治自杀。记者综合报道。人讲田头田尾土地公，在台湾土地公是在地上界亲切的守護神。在桃园每一年拢會舉辦土地公民俗藝術節。
今年拢总有203尊的土地公，上远的甚至有为马来西亚来参加的，希望当做伙，把这个真特别的文化继续传落去。高云的福山宫将这古尊土地公神尊请来桃园土地公民俗艺术节，来到台湾各地，甚至有马来西亚，总共有203尊的土地公神尊做交流。这古尊就是阮福山宫比较有代表性的，福山宫的神尊，所以讲阮派因出来参与这个活动。今年已经17年啊，一年比一年更较侪尊。那么今年上济已经有203尊的土地公来参加。上特别的是，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土地公庙来参与活动。庙方讲一定连续2档，用行路的方式来甲台湾各地土地公庙做交流。除了分享地方的土地公庙历史，伊嘛用福建话来甲台湾台语做交流。阮旧年是5月份啦，5月，阮有来台南啦。今年就是9月，阮就去中部，本是行了10几间的这个暗庙啦。现场嘛有跋杯活动，去满满的大小朋友来参与，实在真热闹。主办单位讲，只要信杯，就送你一粒土地公伯加持过的面桃。真侪民众拢希望会当得到面桃来食甜甜保平安。伊嘛希望大家会当斗阵将土地公伯的精神文化流传落去。记者陈阿双、柯敏哲特别报道。在咧风上头来看中华社头种龙井的面积，差不多有200多公顷。龙井唔乃当直接做水果来食，嘛当用大灶香茶来焙龙井干肉。若那这焙好的龙井干肉，唔乃当放较久，嘛有特殊的芳气，是当地农产的特色。天气遮热，农民伫杯灶边啊无用冰杯。即阵当是龙井采收的时阵，中华社头乡就农民顺古法，用大灶下龙井茶焙龙井。但是因为高工搁忝头，即阵已经愈来愈少人用大灶焙龙井咯。伊这上无爱2暝3工，吼，过来就是过来一礼拜，经过一礼拜了后，才搁焙1暝1工，有吐水去。一寡老一辈已经拢退休啊，无人做啊，即摆就是换阮第2代、第3代咧做安尼。想要甲这老一辈的方法甲留落来，消费者会使搁食会到这古早的气味安尼。社头乡是中华龙井栽种面积上大乡镇，大约有200公顷。但是今年2月天气反常，连咪寒连咪热，造成龙井无开花，影响结果率，甲去年比收成大概减7-8成。家龙井吼，就是因为每一年的产季都不一样，像去年就是大丰收，今年就是因为气候的影响，所以就是产量的就是不到了2成，会鼓励农民啊下去做烘焙，都是焙龙井吼，增加咱的保存的期限。农会表示，龙井收成的时间集中，真鼓励农民落去焙龙井，焙好的龙井肉唔那放较久，价销嘛较悬，会当增加农民收益，嘛正做地方农产的特色。但是今年产量少，产期提早半个月结束，焙龙井即阵也已经进入尾声。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为了要鼓励新兴障碍者发挥因的能力，对社会有贡献，嘉义县政府举办新兴障碍者就业成果的发表会，唔但表扬企业提供工作机会，嘛设计体验的活动，让民众实际来体会新障者生活不便。智能耳机来体验听不到声音的人，边仔阁有视觉、行为、甲沟通的障碍体验。除了要互一般民众了解身障人士无方便的所在以外，我希望协助身障人士解决一定问题。手脚都要协调，叫他们上一些轮椅啊。他们听不到有遐大的所在，可能这无够悬，看起来。而且他们看到的东西，竟然是一点点而已。那我们正常的话是会看到整个手册，这个就让我能同理他们。互人感觉讲，若是咱拄到这个状况，咱会当安尼来，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咱现场到一寡器具，也是植物在设计的体验，就可以针对这个问题，咱会当来解决。
除了体验的活动，为了要鼓励企业或者是公家单位进用新创人士，嘉义县政府阁专工表扬在1个单位。嘉义县罗清楚表示，因进用新创人士的比例拢超过10%，比法令规定的阁较悬，希望鼓励阁较侪单位嘛会当做伙来加入。颁奖这个厂商哦，拢是超额进用，啊，阮每当咧安尼一直咧推广啊，一直咧要求啊，嘉义县目前这个聘用的这个额度甲比例拢有明显的提升。每一个生产者的时候，伊障碍点哦无共款，啊，当然一个企业内底尽量找适合因会当做的工课来，互因找一个头路吼。我感觉对生产者就是一个真大的帮助。嘉义县政府表示，协助新创者找头路，需要企业甲民众对因的包容甲理解。目前因逐档拢会协助大约400位新兴障碍者重新搁找条头路。希望透过活动，社会会当重视多元共融甲平等工作权益。记者林伟霆，嘉义报。今仔日天气啥款？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卖。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5、14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来看外岛地区，26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